2015年全国语文竞赛台湾汉语朗读文章国小学生组施彦强，编号好爱同当风7号延续今年的年下的天使当人，爱到将行入阿 Q 公屋下，阿 Q 公就顺沙的看讲出，对顶日头讲，爱来去菜园长插的门不篱笆嘞，嘿，个叫诶，色彩含强，对那融入去，同阿拍菜插体一上，傲慢未搞，假花还忙讲说。爱就收到命令呢，去同阿 Q 讲天数。爱将对家婆屋卡行啊出，一下诶又经过家婆屋面前，阿 Q 伫屋度看到，笑到太马上讲，迄无呢，就讲阿 Q 讲嘅灯呢，无牙嘅暗号错咧，大家未知。係60歲嘅阿 Q 公，錯唔係，唔係11歲嘅愛，菜園嘅插嘅門肥肥落落嘅，阿 Q 公同佢喬裝覺係，古天後來，愛行前去上個天數來，阿 Q 公講，嘅咩嘅楚楚，也樹悠悠，行卡開啊！莫本佢速度嘅無格殺，雖然我同佢評估比佢行卡太巧誒，佢行係準愛細細人誒，佢用眼線誒殘落體嘅籬笆，我夾夾行前去上個天數倉，佢又講，戇古誒，唔曉得啦，看就好下，風。真見當人，來同風對看，轉身太黑嘅毛誒來起來，安樣就唔會本佢轉入牙梁嘅地度咧，看阿 Q 公做事，聽佢細鋪，佢係愛進前一步，愛就先後退一步，風咪欺負阿 Q 公唔到。平常時講話，像向雷公樣嘅阿 Q 公，不離白嘅世界，當有耐心，未做到當有功，天天嘅順，天天嘅補。嘅早睇嘅瓜田，啲籬笆巷殘到黑黑，打結嘅，未本佢天天嘅跳開來。同佢平常時講話面面滾溜嘅樣式，全無窮樣，就按樣2-3年。我退後一步，佢進前一步；我退後一步，佢又進前一步。鄉下長插嘅門，不籬笆，通風講話。係唔來同阿 Q 公聽書。唔像佢啲順頭咁講哦，爺爺就聽到下命令嘅行太人來讀托嘅聲誒，愛同阿 Q 公當風，阿 Q 公嘅目珠唔好，見一下看唔到誒，唔過嘅時節阿 Q 公要笑定講，要哦，有樣加一點風。